小放牛。是，你担任高音，我担任低音。好。三月里来，桃花儿红，杏花儿白，水仙花儿开。又只见那芍药牡丹全离开。好久久的杏花村。哎呀，顿时觉得非常的轻松，从头到尾都还唱低音啊！可见得这个大牛的唱歌功力还真不简单。怎么说呢？真正属于贝斯，是低音的音域很广，高也可以高得很高啊。是，不过现在声音要提高了。听说接个由你先出急转弯是吧？你先出啊，我先出啊，你先出。哎呦，好像胸有成竹啊。好，有一艘船呐，上面写的只能载50个人，已经有49个乘客在那边等了，还在等一个人。啊，这等那个来了，是最后一个乘客，第50个人赶来了。哎，对不起，大家久等了。一上船，那个走上来的时候，大家就有点烦恼，那是个孕妇啊。孕妇一说啊，对不起，让大家久等。一上船，一站在50个人以后，噗，船就沉下去了。哎呀，奇怪了，这就要靠你急转，为什么船会沉下去？这还不简单，大家也都知道，50个人那超重嘛。孕妇超重啊。对啊，不是小孩子在肚子里的问题，不是超重啊，不是。那船破洞漏水啊！有这个瑕疵是吧？是啊，船舱漏个洞，错啊！不是那个行李过重，行李超载是吧？对，错啊！这个船早就算好，他要带点行李了，对不对？那到底是什么？放弃了是吧？放弃了。因为这艘船人到齐了以后，它是潜水艇。开始潜到海底去游览风光。该我了。不要太难了。这个女孩子，她为什么要结婚？有什么用呢？有什么用？那当然是这个感情成熟啦。错。这个要想传宗接代、生儿育女啊？错。父母之命。一定要他结婚？不是错，妈咪西啊，这个想开了，对不对？错不是这个老笑话。哎呦，那真绝了，猜了4次，请你告诉我们，到底为什么这个结婚有什么用？这个对呀，女人为什么要结婚有什么用嘛？对不对？有个鸟用。修好了。有道理，是开始讲故事了。刚才是暖身一下，是。所以有一个太太，跟他们家门对门的，他们2家都卖水果的。2个人居然陈仓暗度，有一段感情。可是呢，2个人各自有配偶，还是想在这怎么讲？这个就偶尔偷腥一下，偷腥，在一起。可是怎么办呢？大家都有伴侣啊，那怎么办？这就要想办法了。最后研究的结果是这样这个小姐说：“我跟你讲，你老爸要给我真简单，咱拢咧卖水果的机会嘛，对吧？这是卖水果的家庭，我这水果这多，我今晚来钓底下，有几行水果，迄天你就使来弄门，就可以翻墙进来。温安都无低的，大家走去下港去钓好了。是那叫我这看会了解，我跟你讲。”头一个，我要钓一个红旗，红柿子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枣子，放一个枣子。第3个呢，再放一个李子，梨呀，第4个呢，放一个梨子，来呀，就是男的说你安怎我哪了解？水果这多行，你下这几行，是，你哪这个意思？我得给你暗示啊嘛，红旗嘛，红旗走啊，梨啊来啊。红旗，你就做你来红旗做你来讲好，就这样子，就用这个水果暗示了一阵子以后，对，这个男的说，有当时你昂，对不？这女的说，有当时就阮昂走出去，你就会使来，我就调节你了解。有当时你莫等于话家，嘛是我会呛死啊，对不对？
我也可以到你家，我敲敲门，你就开个门，或者是门不要关紧，我一推就进来。哦，你也要给我一点暗示啊。跟他说对，我来想看没，我嘛是用水果，你得看，你得会使来。好。哦，你为那最后研究的结果是这样，这男的钓一个这个枣子，李子，梨子，但最后放一个橘子，做你来干。哎呀，羞喊了。